国王，接骨国王，起来，夏国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达，她是你的女儿，这是我的。哼！你平日里是怎样教你女儿的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然勾引我的皇儿！我个奶在勾引人，对呀，人勾引我奶无所谓。放肆！实话告诉你，你们是牧羊女，我们是帝王子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怎么行婚事？你梦想？哼！要是再勾引我的皇儿，我就把你们母女赶了出去。哦，我闹你死我命！你同修同结的做什么？我敢同啊，唔同罪。哼！你们死气呢？你为什么你没有同？我讲妹妹气呢。哼！还敢错个？好自为之。哼！我恨啊哈，恨啊哈！我敢个命当东西啊！阿爹，我讲我奶勾引几个，没人勾引我奶喏。丢嘞！啊，阿爹问啊，今麦是谁讲你放羊去过啊？去过，碰着啥个人？碰着小天使，望着佢中意，或者佢望中意？佢冇叫我中意，我晓得，不是佢望中中意嘅，我奶我喜欢佢啊！我冇个几回事啊！干嘛？你听着吧，佢讲我他是牧羊女，佢是帝王子，门不当户不对，根本亲事不相配，不相配小配，要配，配干？要配，大娘大起来了，别人我就来光做媒个，你听不俺我不被你们发觉动地了？我不要佢，干嘛？我不要过俾佢。不要不我。哎呀他打问打了，去我娘哎，可怜哟个。阿爹啊，哎，我问侬嘞，问我干？民国都是有爹有娘噶，为啥我只有侬阿爹妈噶？别人生小人咯，两人生咯，我个生亲人不生独个人咯，我独个人生咯。我都给你帮我生出来噶，啊，我怎介意帮我生出来噶？我把那铁裤头里个抬出来了。这亏头里向帮我抬出来噶？啊，阿爹，哎，再抬几个帮我摸摸下。再抬几个啊？以前事轻了，来到做了，要抬几个不几个，抢起三我数错了，来到没了，抬不错了。我老公。不乱讲啊，奶啊？志气了长一点，别人望不起，我小不望人，别人望得起。大娘大起来，哦，她老公有个，哦，听爸的话，小不给叫老定。我不要叫佢。搿叫干唔用搿种。我不要佢。